国际景气歹，这6月景气灯号继续是8点下顶，也影响到上班族后半年稳定。人力银行上届新的调查发现，讲要到73%的民众想要换头路，不过受到这景气影响，大部分拢是成就稳定。提出几啊张金融专业的证照，有金融硕士背景的陈先生。踏入工课场头一份工课，都是民营银行的电信专员。念9个月了后，对业务较熟手，所以决定向外接受更较侪挑战。今年8月之后，将去公股银行担任储备干部，希望能够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中追求成长。那这位原本伫连锁药房做门市助理的托尼，因为看到工课场的霸凌，干那做8工就离职。目前伫运动中心做柜台行政，嘛咧准备监管特考。我觉得就是在职场的环境，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在准备我自己想要的考试。国际景气无啥稳定，国发会6月份景气持续是8点下顶，这敢会互上班族下半年想要转道呢？人力银行的调查发现讲，下半年度未考虑转道的上班族，敢若12.9%，不过实际上有转道行动的比例，敢若有14.5%。显示大部分的人是采取无定后移动的心态。特别关注的是，有37.9%的人有好的机会才会换头路，也有34.7%的人讲，当咧找换头路的机会，等于是有7成3的人并无排除转道的可能性。虽然主计总处公布6月份失业率是3.49%，创下23年来同月新低，不过为劳动部公布上新的失业率，也是有10575人。其中制造业就占8成。年来说，景气外冷内热，我们相信在下半年还是有一个机会是能够去做回弹。那所以在这个转职的考量上啊，其实可以观望一下目前在整体产业上面的一个动能。人力银行嘛提醒，虽然求职资料库内底有675000个工作机会，比去年同期成长8%，不过受到大环境的影响，工作机会多。不过，头家愿意付的薪水甲条件，也是相对较保守，可能无完全符合想要换头路的人心中的期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